妹平安，平安。每一个礼拜，我们又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自由的敬拜，自由的敞开。我们待会会有多一点的时间在祷告，我们的 PPT 上面会有祷告词。如果你会自己祷告，你就自己祷告；如果你不会祷告，你可以试着，当你看着这个祷告文的时候，当圣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即便是看着上面念，那个恩膏都会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就尽量祷告，不用管别人，听见你跟神用着这个祷告文是属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此时先静心在神面前，我们会预备先来敬拜，再一起来祷告。当你一周有所有的劳苦重担，有所有的忧伤，有好像你没有办法解决或找不到的答案，在这个时候敬拜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都是神这时候与你说话的时刻。很多时候在繁杂的生命里面，我们好像快听不到神的声音了，所以神为我们预备最棒的地方就是教会，就是这个圣所。当我们每个礼拜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说，我们一定要来遇见你。好，我们就一起火热的先来敬拜神。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呼求他，说我们需要他。我们来欢迎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可想你如露，切慕溪水，求你每一时每一刻都与我同行。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样祷告心里有没有觉得很舒服啊？有哈。我们再来一起为我们的执政的在位的掌权者，可能你的老板或者呢是你们的里长都好，我们就一起用
这个祷告文来为他们祷告。预备，请。奉主耶稣的名宣告，一切在位各城执政掌权的基督徒首长都被圣灵充满，耶和华的灵必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有智慧、谋略、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并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断是非，不凭眼见和耳闻，存谦卑，好怜悯，行公义，有正直，与上帝同行，身心灵家人都平安健康，天天与主亲近，成为神忠心良善的仆人。也求主使用我们的仆人，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将神的话语解开。当神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
圣灵，我们时刻都需要你充满，我们需要更多来寻求你。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你，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百出的前，用心灵和诚实来寻求你。一起来吟唱，让我坦然无惧。坦然无惧来到主面
羔羊。阿门。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也是圣子，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主的圣日分别为圣，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屈膝敬拜，我们要欢呼歌颂，我们要祷告祈求，愿神圣灵的力量、圣贤的恩典光照在我们当中，进入每一个人的心，让这里成为荣耀的敬拜。愿主的荣光在这边显现。神啊，感谢你，因为敬拜主的人，你要与他们同在，赐恩典给他们。愿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一同来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节记载在旧约历代志上21章18节到26节，另外一处是历代志下3章1节到2节。我们一同来念：耶和华的使者吩咐的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那阿尔兰的禾场上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迦得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那时阿尔兰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4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大卫到了阿尔兰那里，阿尔兰看见大卫，就从禾场出去，俯伏于地，向他下拜。大卫对阿尔兰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阿尔兰对大卫说：“你可用禾场，愿我主照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行。我也将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大卫王对阿尔兰说：“不然，我必用油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不用白得之物献给燔祭。”于是大卫那块地平了600舍客勒金子给阿尔兰。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圣燔祭和和平献祭，做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的燔祭上。历代志下3章1节到2节。所罗门就在耶和华向大摩利亚山上，就在巴乌沙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第4年2月初2开工建造。愿上帝的话常与我们同在。这时候我们请西道小组来献诗，愿你献诗后，我们请林牧师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阿尔兰的五谷场。
哈利路亚！我们拍手赞美主，谢谢西道小组美好的诗歌，愿荣耀都归给主。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哈！我们有2、3天的休假，那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假期，但是也是上帝的圣日，所以我们聚集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哈！分别为圣，感谢主哈！那今天呢特别是我们特别教会接纳为凤山西门教会他们建堂的主日。那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同为肢体所以呢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教会他们要建堂，那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在这个时刻一起加入他们建堂的行列。所以今天特别由西门教会我们的林志远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他们有5、6位同工在楼下举办义卖所以要先由林牧师来做报告，还有做分享、见证、讲主的道。那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林牧师呢，他大概慢我3、4届了，3、4届，所以我们在神学院就已经在一起，而且他很喜欢打桌球，所以我们2个常常有互相切磋的机会。他呢，在他牧会非常的有效成功原来应该可以在原来的地方牧会到结束，就原来之前的教会叫凤屏教会，但是神呼召他回到凤山西门教会，是他当传道时的教会有点像夏牧师一样，我也是30年前在这边那15年前再回来就是神有特别的呼召跟安排了不过他呼召回来西门教会，不是要准备退休，而是要开始向前冲，因为神给他恩典属灵的带领权柄，而且有经验所以要准备带领他们西门教会来建堂。哇，这个过程由他自己讲会更感动了那我们求主带领他们的教会那我们知道林志远牧师他的公子就是以前在我们教会服侍的我们的林喜悦，现在已经当牧师了在台北那边所以他们父子都一起服侍主，真的是很感动。我们来听他怎么样分享西门教会准备建堂一个精彩的过程。我们拍手欢迎他，谢谢。首先非常谢谢夏牧师以及我们在座所有的长执弟兄姐妹，谢谢你们接纳我们，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我们富昌教会来向大家分享神在我们凤山西门教会在建堂的过程当中他所做的，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神，你要我们用心灵诚实向你献上敬拜。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用感谢来进入你的门，用赞美来进入你的院，来敬拜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大大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你荣光充满你的圣殿，用你的圣灵向我们每个人吹气，好让我们的灵苏醒过来，让我们心欢喜灵快乐，肉体安然居住。主啊，我们欢迎你，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心向你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除了你以外，我们别无他神谢谢主。主啊，你特别应许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产业，你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所应得的，你都为我们固守，你所量给我们的产业，在基督里的基要的产业，都要印着你的应许，祝福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洁净我们，让被分别为圣，
让我们承受你的圣洁的产业。主啊，求你带下你的应许跟祝福，临到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树荣工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蒙你悦纳。在我们所作所为，能够为耶和华神来做荣耀的见证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各位姐妹，我们照着诗篇第112篇的应许，牧师来祷告一句，大家一起来向神祷告一句：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你的圣名。我的心啊，我的每一个细胞，我的心怀意念，我的灵当敬拜耶和华，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因为你赦免我的罪，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求你赐下医治的大能，进入我的身体里，进入我祷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灵魂体都要兴旺健康。哈利路亚！因为你不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哦。爱我们的父啊，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现在还没认识你，求你垂听我祷告，在你的心里把你所爱的好朋友，在神面前提名向神祷告。他还没信主，你在你的心里先祷告：主耶稣，我奉你的名带某某人，你就讲出他的名字，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求你向他吹气，向他吹气。主啊，我带我的好朋友，现在还不认识你，我恳求你向他吹气，挪开他一切的难阻，以及他心里的障碍，拿开，向他吹气，让他灵魂苏醒。主啊，你圣灵亲自感动他，好让他勇敢壮胆的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祷告。主啊，求你应允我，赐福我，在我的家人当中，在我的儿女身上，让他们在世都要强盛，他们凡事居上不居下，他们居首不居尾。主啊，让我的后裔，让我儿孙在世兴旺，让我的家中有积蓄有钱财，因为你是富有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就是富二代，我就是属灵的富二代。主啊，祝福我的家人，他们都要领受神丰丰富富的祝福。在我家中要有真理，有公义。主啊，将你的真理向我们开启，好让我们家每一个家人心中都有美好的灵性哦。主啊，我们需要哦，你就这样应允我们，让我们心中有美好的灵性，
让我的儿女，让我的儿孙，他们有聪明有智慧，他们能像约瑟一样，能够拒绝少年人的诱惑。哈利路亚！让我的儿孙，每一个人，就像但以理一样，有聪明有智慧，有敬畏神的心，明白各样的知识，通达各样的言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就要应许我，祝福我的家，祝我的儿孙代代兴旺。我们家中有钱蓄，有积蓄，有钱财，有爱主的心，也能够爱人，愿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儿孙没有一个人向人借钱过日子，他们都是丰盛有余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甚愿你这样恩待我，祝福我以及我的儿孙们。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儿女代代敬畏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来说：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来将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拍手的就要大声的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这样敬拜的，对不对？是不是？哈利路亚！谢谢主。我相信你用热情来敬拜神，神就用热情款待你。阿门。哈利路亚！我真的非常谢谢我所敬爱的夏牧师跟谢牧师，以及郑牧师也在这边，以及在座有许多的同工，我们都没办法一一来向你们来问候。特别在这个地方，也谢谢你们能够允许我们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在我们凤山西门教会，在这短短的几年当中，神给我们预备的奇妙作为，以及丰富的恩典。凤山西门教会是我一生当中牧会的第一间教会。我1988年从台南神学院毕业，就被派到凤山西门教会。在那边2年的传道，以前是2年传道就可以封牧。那凤山西门教会也接纳我这个卑微的器皿，我在凤山西门教会被封牧成为牧师。那在那个地方，我跟我的主任牧师，我所敬爱的姚正道牧师，他是一个我很敬佩的、非常敬佩的一个前辈，因为他在许多的神学上面有很大的贡献，特别他写那个犹太人的生活习俗，有一本书叫《犹太人生活习俗》，是他写的。还有一本就是罗马北维基的教材，咱教会公报社、教会公报社的现在所用的罗马字的教材，也就是姚正道牧师他编的，他编写的。他编写的，而且他也当过我们总会的议长，而且当过台中中会的议长、高雄中会、寿山中会的议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nice 的一个牧者，有非常好的榜样的牧者。他在凤山教会牧会差不多20年，当他年纪大的时候，他退休下来，他没有马上退休，他在1980年。就在凤山的镇西里这个地区，开始开拓凤山西门教会，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第43年，43年。那
在第8年的时候，我当神学院毕业就被派到凤山西门教与他同工，我在这边6年。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他开拓的时候是租的一些透天处，那后来很快的就买了一个现在我们在智利街44号的凤山西门教也是透天处，经过改装之后就可以成为我们聚会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有个期待，就是能够买一块地来为主建造一个可以享受礼拜的，让每个弟兄姐妹来到圣殿里面就可以好好的亲近神，好好的敬拜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就让这些事情摆列在祷告中。那我们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去探望当时的许长老，他现在已经过世了。那许长老跟我讲说：“林牧师，好不好？我们到隔壁那一块空地我们来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买到这块地。我们买下来之后那个路面上的7厘地，我就奉献给教会。我那个时候一块地就差不多将近20-30万了，我就很高兴，心里说：徐长老，你说真的吗？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祷告。徐长老说：我跟上帝讲话怎么可以这样随便讲的？我当然是讲真的。我当时好高兴，我们就到那块土地，站在那边，我们开口祷告，我们奉耶稣名宣告：主啊，你将这块土地留给凤山西门教会，不准别人来买去，而且要成为被分别为圣的一块地。将来不久，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为神建造神的教会。就这样很奇妙的，我们祷告完的时候，1992年踏进那个地方，1994年神就给我们开门了，我们就把它买下来。那块土地，这个时候我们买下来的时候将近100坪，然后这几年来我们还零零散散的再买了一些土地，所以呢，当时我2年前过去的时候，当然那块地是140坪左右。那我们也准备要在140坪当中就准备盖了，但是神说等一下，我们本来图样设计出来的图会这样子那我们去2021年，我2021年8月的时候就从凤屏教会，因为我在这边6年牧会，然后我到那个台东更生教会在牧会7年，然后再回到凤山的那个凤屏教会。凤屏教会牧会了21年，满了21年。在2年前，我再回到这个地方，回到我第一间的教会。那他们原来就我还没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设计好了，他们就要在那个地方盖了。但是我们去找那个郭培宏长老，郭培宏长老就是以前民视电视公司的董事长那我们在那边，他就跟我们了解我们的资料之后，他一口答应下来，我吓了一跳但是他说：“林牧师，他跟我们的建筑委员会说，林牧师，我们来祷告，把你隔壁那一块，因为紧邻都要完全隔壁连做伙啦。那块土地你们没有买下来的话你们怎么盖都不会漂亮。就这块土地我来现在这个，你们要把隔壁那块土地买下来，那块土地买下来，你们就非常的细嘎嘎，你做好势，真水。但是我说我们没有钱我说祷告啊，你们买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就在他的公司祷告，我在那边，然后呢，我们回来，那回来之后我们就放着目标开始祷告。但是在
处理过程当中，你们知道这块土地实际上有一些土地上的问题，哦，他们30年就一直在处理那块土地的这个街道的使用权，街道的使用权，因为那块土地以前的地主盖换处别人，但是土地是他们道路的土地是他们的，所以也要经过他们的同意。那没办法，他们已经好几代都不在台湾了，你怎么去找那些人？就在那个当中耽搁了20-30年的这样，他们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你没有道路通行权，那个政府也不可能发建筑执照给你，所以这一直耽误这样下来，都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挺奇妙的，他们在4-5年前透过法院裁定这条道路，要成为继承道路，大家都可以使用，不用地主同意了，那在4-5年前才解决，那在2年前他们来找我，说我们已经有这块土地了，蓝图都画好了，你只要过来，而且呢，我们已经储蓄有3000多万了，那我们预计差不多6000多万就可以把它盖起来，那你过来帮我们完成就好。那个时候神感动我说好，我就答应回到凤山西门教会。那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刚好疫情爆发，又是进入乌斯战争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所以整个世界通货膨胀。那最近你也知道，那个我们的房地产大飙涨，所以以前4-5年前，我们的建筑费用1坪差不多8万到10万就可以完成，但是现在呢，最起码都要17万，地下室更贵，那我们在那个地方也是遇到很大的困难，那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停摆，我们还是继续祷告。那我们就回来就跟弟兄姐妹报告这些事情。我们期待能够把隔壁那一块土地，23年至8年，我们的土地是23年至7年，他们是8年，我们就把它买下来。我说我们都没有钱了，还要再买土地，从试看看吧，试看看吧，我们就祷告向神要。所以呢，我们就因为那块土地还有一个问题，就在那块土地上还有一个建筑物。还有一间他们2楼透天处，那2楼透天他们以前50-60年前盖的那个房子呢，他们增建厨房，盖过来，我们这边23年、7年有80公分的土地还在他们的厨房那边，那长度有18公尺，那我们都糟糕了，这件事情怎么办啊？人家土地地上物是他们的啊，这土地我们当然是他一定要拆屋还地。那我们跟他谈的时候，说我们如果动工的时候，请你把土地还给我们。那动到的地方，我们所有的费用都我们教会出，不然呢，当你恢复到墙壁完全都用新的给你们，那所有工程费我们都来出。他也不要啊，那说如果不用这样的话，那就糟糕了。他们以前就放风声的，说我们不欢迎那基督教的来到我们这边来盖教会，那我们这个四边邻居都会吵到了。所以那林长就跟我讲说，人家30年前就不卖你的，你现在还要卖你，不可能的事情。我说那糟糕了，怎么办啊？如果要的话，一定要走法院啊！法院的话，1审、2审、3审要走3年、5年、10年都不知道。糟糕了，怎么办？所以我2021年11月，我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感到我非常的失望，因为我2021年8月才从凤屏教，我本来可以在凤屏教会好好的退休了，因为我在3年5年我就完全退休，所以今年我8月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敬老卡，我已经可以退休了。是，但没办法，我已经答应了过来了。所以我处理到11月的时候，我说神啊，这个
连建筑之道都要申请都很困难啊，没办法通过呢。那我过来的话就白白的要浪费自己呢，我就在那边等着退休了，没办法盖啊。我说神，你没有出手的话，你没有在这个地方呈现你这不可能的行为、不可能作为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愿你动工，愿你开路。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亲身的感觉到，我当时的心的感受就像摩西一样。神啊，你呼召摩西从旷野回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到旷野，寻的旷野，在利非定的地方又遇到了红海，后面又有埃及的追兵，怎么办？我在那边祷告，我到哭啊！我说神啊，你如果没有行你的大能的话，这件事情没办法解决。神在我祷告中感动我说：“摩西手上拿什么东西？”我说：“神啊，那时候摩西手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啊。我来读圣经的话，摩西手上只拿个拐杖而已啊。”他说：“对呀、啊，那摩西拐杖做什么？因为我看到埃及王子的影片里面，摩西有没有站在海边？有没有拿起那个拐杖？有没有？那个图像就在我的脑海里的图像。神告诉我说：“你敢不敢像摩西这样，把拐杖指向大海？你敢不敢？”我就想说：“神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知道了。唯有祷告，你就才能够摇动你的手，才能再做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我在2022年去年的1月1号开始，在教会推动全年度的禁食祷告、联手祷告，每一天都有人要在为这教会的建堂这件事情，还有这块土地的问题，好好的祷告。所以我就在做一个全年度的禁食祷告轮值表。我跟师母都是每个月的第一天，每个月的第一天就是我们的禁食祷告日，我们就在那边迫切祷告。我也写这个祷告文、禁食祷告文，还有重要的事项，寄给我们的群组的所有弟兄姐妹，鼓励他们响应这个全年禁食祷告。大家都很踊跃的来参加。我们去年将近有95%的日子都有人守望祷告。当我们守望祷告不到2个月哦，在过年完了之后，奇妙的事情开始动工，很奇妙，很奇妙。那个时候，他们打电话给我，牧师，你的那个篱笆哦，你们的篱笆能不能借我们一下？然后你们借我们篱笆干嘛？我们那个挡机海哈，因为挡机海要开进去哈，来拆这个房子，那个挡机海怪臭，因为它那一块土地出入口就是3米路，没办法，那个怪臭开不进去啊，所以的就换的篱笆。他说你拆屋要干什么？我们4个持有人我们要来分割啦。分割完了之后，你们若有愿意来买的话，我们再来谈价格了。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是在做梦是不是？我就打咬一下，真的会痛不是在做梦真的是电话。我说祷告还不到2个月，神就开路了，阿们。你说奇妙不奇妙？30年前不理你啊，就摆在那里面，让你都，我说盖是可以盖的，但是起不水啊。但是神就感动郭一平长老，鼓励我们把这块地买下来，我们再重新规划再来盖比较漂亮了，就像我们富强教会这样漂亮，阿们，哈利路亚。于是呢，我们就在2月28号，去年2月20号，刚好星期六。我们那一天早上，我们就在那块土地上举行这块的土地上举行得地为的祷告。我们在那边宣告祷告，然后呢，我们呢绕这块土地四周围的街道绕7圈，你们就知道什么故事嘛，对不对？
耶稣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攻打谁？耶利哥城。哈利路亚！我们就这么真的绕7圈，每个人呢绕7圈，而且还请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个在屏东灵粮堂，屏东灵粮堂的号角队，他也是屏东灵粮堂号角队的成员。他说：“牧师，我带领我们的号角队回来到我们红山西门教会，因为他是嫁到屏东去了，他在红山灵粮聚会，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跟我们参加一个得地为的祷告会。我们这边吹哨角，然后奉耶稣名宣告：主啊，你将230-8年这块土地，感动他们，能够承让我们买下来，很奇妙。那个时候我就有4个共有人，4个共同持有人，你要一个一个讲到他们都要愿意的话，很困难啊。因为以前他们就不卖了啊。但是神就感动，差派一个三都教会的一个代书，第三都教会做技术，犹代书，他知道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他就主动来帮助我们。很奇妙的，他给我出一个策略，牧师，他们有这种动作，一定4个人，一定有人要卖。我们一个人各个击破，要卖的先把它买下来，然后这样可以吗？我们是财团法人呢，能够跟别人共同持有吗？那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怎么办？他说他曾经处理过这个问题，我们呢就跟他走法院强制分割。我们先把要卖的人先把它买下来。我们很奇妙，我们去找，真的到4月份的时候，就4个人就2个人，他们共同有2/3，一个人是1/3、1/3，他们愿意卖给我们。你说这如果不是神的动工，有可能吗？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呢就跟他谈价格。我们就以合理的价格，就像圣经今天我们所读的价格，大卫以合理的价格向耶布斯的阿尔兰人买下来。我们买下来刚好50坪，买下来1坪28万，买下来。那我们在8月登记好之后呢，这个都是所有权状。登记好之后，我们就请代书向法院申请。我们要跟你们强制分割，因为他们其他2个人不卖，我们说没关系，那我们就跟你强制分割。因为我们比较大的，我们就跟你强制分割。到最后呢，他们11月份他们接到法院分割协调的这个通知书，他们也就乖乖跟我们谈。我们还是用合理的价格，我们不会用社会的手段。如果用社会手段呢，人家更不理你了，你这24坪。也不能做什么的了。但是我们这是以神的方式，以合神心的方式来跟人家谈买卖，我们都很客气的。然后你跟恁教会做买卖有够好的，哈利路亚！我们还要做这个见证，跟恁教会买卖有够好的，做好恭维。我们不希望骗人啦。如果那块土地分割起来的话，再分析起来的话，剩下那24坪，我们如果没跟办法把它买下来的话，他们就丢在那边，没人要。剩下24坪能够做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对我们来讲，经济当然是一个压力。当然买那个24坪就要700万的。那是也是神的信念。我就读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红山西门教会，我们都要用合理的方式、合神心意的方式，取得合神心意的土地。哈利路亚！我们要将这块土地完全分别为圣。Yes， 就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这样子，奇妙，神就成就在我们当中，神就成就在我们把它买下来，登记的日期是去年的12月21号，所以我们这块整块土地跟30年前买的其他土地，一共是5笔，
合并起来刚228坪。刚才好像我们有一个长老哦，还是项目师你跟我讲的哈，我们富强教会是280坪，你们这个地方是280坪，那我们现在那一块土地是228坪，那我们建蔽率就再乘以0.6嘛，60%，哦，因为我们那边巷子比较小，所以我们只能够建地的西级的，建地西级在建筑法规里面你能够60%的用地，其他都要在绿化或是停车，没关系，我们就准备了，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就是我们在内部的所有的长职建筑委员会都已经整理好了。我们可以用的土地就可以120几坪，127坪可以盖，但是我们呢，因为现在的建筑费用太大了，对我们来讲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就建议，因为我们四周围都是人家的患处，哦，你如果没有挖地下室，我们在青年要崇拜，要敬拜赞美，要有乐团的话，会打到别人，因为我在凤屏教会遇到这个问题就被抗议了很多次嘛。哦，凤屏教会我们的那个长老娘哈，她的姐姐就跟她的2个姐姐都在凤屏教会，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哦，都会吵到别人家啦，人家都去检举啦，警察也来啦，环保局也来给你测啦，哦，人家哦也在那骂三字经啦。有的更恶劣了，哦，我们卡店哦，他半夜的时候，卡店外面的玻璃，他从他们隔壁拿着砖块，我们也是2层楼的，凤屏教也是2层楼的，把你的那个玻璃然后打破，我们就是被这样搅扰，所以我就用这个经验来告诉凤山西门教，我们要盖的话一定要盖地下室。因为我们要发展亲人的宣教，阿们。如果没有盖地下室的话，很可惜啊，你只能盖到4楼啊。你要地下室挖下去的话，就可以盖到5楼。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说，因为我们也考虑，因为有很多人的意见就是说，盖到4楼就好了啦。那盖4楼，我这一个建筑50年、100年，你地下室完全没办法的，不然你要重新打掉、重新挖，那以后的事情了。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我们更大信心一点，我们挖地下室嘛，然后我们上面开到4楼，就像你们讲，盖到4楼。我们现在规划已经规划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挖地下室。那现在我们的政治总经费要多少？初步的估计啊，现在地下室1坪20万以上，费用是20万以上。那地坪啊，1坪17万，那个不是随便估价的哦，那是郭培宏长老的营造公司给我们估价的哦。郭培宏长老是值得我们信任的一个长老，阿们。是，因为我们去找他的时候还有一个见证。我们去找他谈的时候，他说哦，他那段期间哦，他从民事董事长没有被选上之后哦，他就回来接他的公司了。他就在有一天早上，他在祷告的时候说：“神啊，那我一辈子你是我这么大，是我这么多，让我开这个鸿升营造股份有限公司。那我鸿升的关系的这些营造，也向神你建造圣殿已经有30几间了，我这样应该够了吧？我谢谢你给我的事业那么大的祝福哦，那他说他跟神讲说，神啊。”我盖了30几间的教会，我没有向你圣殿赚1毛钱，在我公司哦，我只要去答应人家去盖教会，我只要不了解的话啦，因为我是在建造神的圣殿，我怎么可以赚神的钱？所以他都没有赚钱啦，包括我们的高雄的那个总会的南部的宣教中心也是他盖的啦。他也没有赚1毛钱啦，本钱回来就好啊啦。歹势我讲台语啊，可以啦哈 ，OK。所以他的祷告呢，神感动他哦，
不够。在你一辈子当中，你要为了建造50间教会，不然原来他别人不想再接了。那个时候还有一间乡下的教会，就屏东中卫的环华教会，因为都破烂没办法租呀，就一定要盖啊。他就告诉他说：“好，我接。那乡下教会你只要负责2000万，超过的我全部负责。”他现在已经在使用了，可以盖好了。庄家牧师他盖好，他跟我讲说他们预备1800，但是那一块的2楼的圣殿盖起来，单单成本就要2600，其他的都是他需要。他是这么爱主的一个长老，阿们。神也祝福他很大，哈利路亚。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找他，他说：“牧师啊，你这块地隔壁那块地没有买下来，你怎么盖都不漂亮啦。祷告啦，求神把那块土地赐给你们啦。”他们说30几年来也都不可能买得到啦。我们也是在想啊，但是他们不卖啊。祷告啊，祷告买起来之后，我答应你，我跟你们盖。哈利路亚！因为我以前的根生教会他们最近刚盖好，几年前刚盖好。他们在建筑盖的时候，他们公开招标，那标到的那个营建厂给他们盖到2楼、2楼、3楼的时候，就给他办公了。圣美河办公了，耽误了连续的3年多，才这个问题才解决。我说我就很担心啊，因为他们在盖的时候一些问题都有一些消息，因为我在那边牧会过，有些消息我知道，我就很怕说盖下去如果没有比较好的这个营造厂的话，因为我们的钱不够啊，没办法付他的工程款的时候，他给我们办公了怎么办？所以这点我很担心啊，所以我向神祷告啊，神感动郭培恒长老答应，他说：“我不会给你们办公了，我不会给你们办公了，但是呢，他们一样一坪要17万呢，也就初步估计，我们就盖地下室1楼，差不多大概是90坪到100坪左右，可以容纳他200个人左右就好。”这聚会的空间这样就好。那我们要对青年宣教，我们到社区的儿童宣教，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社区，我们叫儿童开心果。开心果，我们的 slogan 就是让小朋友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来到教会，打开他的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 slogan， 我们的开心果的 slogan。我们向社区儿童做宣教。我们要向市区的，因为那边离凤山高中、离青年国中都很近，走路都是10分钟就到了。所以我们设定的宣教的目标，都已经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了。但是现在初估起来的话，我们这样盖就是地下1楼，上面4楼，那个建筑师给我们初步估计的话，单单营造的费用就这1亿，招不起啦。他讲1亿啦，招不起。我们去年要买那块土地，我们有3000多万，买一块土地有2000多万就出去了。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年4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同心合意的在为这些事情祷告。向神，而且神在去年那个见证，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分享见证。我们到4月的时候，竟然从各地方面的来给我们奉献的，我们单单4个月而已我们的奉献到现在奉献专款已经3000万了。哈利路亚！这如果不是神的祝福，我们去哪边找啊？你说对不对？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去年买一块地。剩下1000多万呢，4个月又能够有3000的建筑专款，哈利路亚！
在这事情上，我们看见神奇妙的动工，对不对？好不好？借你们的手下，给我们神一个掌声，好不好？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我们谢谢你。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3000多万，但是离要盖，因为内部的装潢大概要差2、3千万啦，走不起啦。哦，咱拢去过，你拢知啦。我们起头100平、100平，但内部装潢也要超2、3千万，所以预计超1亿2千多到1亿3千才能够完成。所以今天就是谢谢我们富强教会的夏牧师、谢牧师、曾牧师，以及我们在座的所有的长子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来。也向你神在我们凤山新民教会这块土地是有新的神迹奇事，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真是又活又神又真的神，对不对？他是万有的，因为保罗所说的，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谁是充满万有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充满万有的，这个是真的是。当我们越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动工起来，阿们。所以你们能够认识主耶稣，是你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神啊，认识你是我一生最美好的祝福。Yes， 哈利路亚！是，这是真正活施在我们的正当中啊。不可能分割的，不可能买到的，神在1年我们禁食祷告，神就马上动工，非常非常奇妙。所以我们凤山新民教会弟兄姐妹更有信心了，更有信心要来完成。我们期待明年，就像圣经所说的，所罗门王接续他的父亲大卫王。第4年，登基第4年2月2号动工。那这个日期其实也是神给我的，因为当我们买那块土地之后，我在祷告中，因为我们说实在，在向众教会征求大家的同意的时候，他们也都一直在问说：啊，恁人无款啦吼，用台语来，咱东港大家拢足熟悉啊，我教师。啊！你当要人无款，啊！你也无人讲要当时要去，当一人无款，我就祷告神啊！我这都讲不出来，我怎么去？我们还没有共识，我怎么讲啊？我就祷告啊，神就让我看到这段经文，到所罗门王登基第4年的2月2号，我就在讲台跟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预计2024年年初。或是上半年度，我们来开工好不好？我们就这样子，大家就开会，这样赶快整理，到4月底，我们4月30号是第4次的建堂委员会，大家终于同意挖地下室，不然以前大家那么我们钱不够了，不要挖地下室了啦，开4楼就好了啦，有够用就好了啦。但是我的坚持，我慢慢跟他们沟通。但到现在4月30号，我们完全通过，大家同意盖地下室，然后上面盖4楼。我们经费不够嘛，我们就以后再讲吧，就盖4楼可以有，地下室可以有，这样就好。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感动，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时间关系，我还有2个见证还没讲，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边。也谢谢你们愿意播出你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来跟我们来让我分享我们的见证，神在我们当中的动工，神的作为，将一切荣耀归我们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主。替我们，请你们举起你们祷告的手，为我们来祷告，为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工程的这个开工之后，能够找到好的工程师。找到好的这个投机塞湖了哈，这个工程师能够给我们好好的盖，我们经费还不够，也差不多要差1亿，差1亿，
请为我们祷告，这不容易，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型的教会，我们聚会才平均60几个人，哦，我们只有几个人，所以也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信心，将来我们也一样向我们富强教会看齐。哈利路亚！愿神应许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就像你彰显在富强教会的荣耀一样，彰显在我们凤山西门教会。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让弟兄姐妹也能够举起祷告的手，为我们代祷，让我们领受祝福，也能够透过他们的代祷，使你祝福在他们当中。就像刚才我们所祷告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每个家庭当中，彰显你的恩典荣耀，充满在他们当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谢谢主。我们谢谢林牧师，他用最实际美好的见证来分享他建堂的意向。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也一同共襄盛举参与在西门教会的建堂。那牧师听到他的见证，我就觉得很感动，但是也很感恩我们富强教会这个地坪大概大他们30-40平，40平左右我们看几年前我们在报告我们建堂的经费，才应该7-8千万而已他们现在已经要1亿了所以呢负担更大了，当然通货膨胀有关系他们花了30年才解决土地的问题，但是我们富强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当时都没有这样的困难，因为我们的前辈已经为我们预备这块美好的土地所以我们当时是比较轻省。那我们现在有能力，我们也希望能够多一点帮助让西门教会也能够像我们富强教会建堂非常的顺利。我们其实也跟他们一样，我们在建堂过程当中，我们都有守望祷告，我们有我们的那个守望的祷告室，大家一起轮流在做祷告，这是神给我们必要的每一个人信心的功课感谢主。那我们如果有感动，等一下我们可以用他周报里面夹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奉献袋大家可以把它填上你的大名，还有最好有我们的那个电脑编号来为他们奉献。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刚好今天忘了带足够的钱来了这个没关系，下个礼拜可以再拿过来，再补奉献就可以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一起唱这首短歌来做一个代祷，就接下来做奉献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就是丰盛的应许，丰盛的应许，感谢主。如果同工有拿麦克风的，可以一起帮忙唱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还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很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这一段再唱一次。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感谢主，牧师代表来为凤山教会建堂来做祝福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主啊，你带领你忠心的仆人林志远牧师，他愿意走上这一条服侍你的道路，在他准备退休的年龄，再次挑起重大的任务，要与西门教会全体的弟兄姐妹长子同心来兴建荣耀的圣殿。主啊，这是何等大的呼召，何等大的挑战！但是只要神你伸手，你应许，这些挑战就要变成荣耀的记号，是一个神恩典的记号，是建造每一个弟兄姐妹信心的记号。感谢主，今天我们富祥教会有份参与这个建造伟大的工程。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用自己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参与在这个奉献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我奉献的每一个金钱，要成为圣洁，为主所用。所以愿主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奉献，这些奉献也让西门教会在将来成为凤山地区一个美好的地标，高举十字架，你的荣耀，来造福、祝福每一个社区的民众，也能够宣扬福音，带来神拯救的恩典。感谢赞美你，我们愿一切的奉献都荣耀归给你，愿神亲自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请执事来收奉献，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做奉献。我们一同来奉献。我们一同起立来吟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再打扰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有一些同工也在楼下我们有一些义卖品，那些义卖品都是爱主的弟兄他们听到我们夫妇从凤鸣教会来到西门教会他们受圣人的感动，他们都主动来提供的一些义卖品，来帮助我们在建堂方面的基金的筹措。那这是要感谢神我们感谢神。那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有凤鸣教会一个李长老他的药厂
它的那个益生菌，它提供益生菌给我们义卖。那益生菌呢，它一盒在一般西药房也是800块，它提供给我们当义卖也是一盒800块，一盒就30支，也是800块。那它的生产公司的那条生产线跟良家益生菌是完全一样的。是良家益生菌是他们有大品牌，他们在广告，所以他们比较响亮。而这个钻书红的益生菌，是同样的生产线，它提供1000盒子，1000 K 啊，还是义卖。那我们现在呢在那个特价期间，我们一样一盒是800块，但是我们3盒我们只卖2000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帮助我们，3盒2000块，那是完全要奉献在，伊拢无人给本钱奉献给我，这是因为他爱我在凤山西门，在凤平教已经21年，他爱我，他说牧师你过去了，你有这种心，神感动我，向你我奉献1000 K 给你做预备啦，哈利路亚。然后我们教会的姊妹呢？一个蔡长老他们的公司，他们的公司有那个毛豆，那毛豆呢是世界最大品牌，也是Made in Taiwan最好的毛豆的品牌。那个在职棒在日本在打职棒进入季后赛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是下秘鲁配咱台湾人是下秘鲁配土豆，对不对？因的是下秘鲁配毛豆，所以是世界最大的品牌。你可以去 Google 大明食品股有限公司所提供的的毛豆他们也无条件提供给我们，直到我们建堂完毕。这些都是神感动来的。还有我师母阮丈人阮大姑我师母的大哥他们是养蜂人家啦我某孙女是现在拢吃胖大汉的啦他们自己的家所去采那个今年的龙眼花蜜，今年龙眼花蜜是最新的，今年龙眼花是最纯的在我们谢牧师他们的遮顶的附近遐尔青山的龙眼花蜜而且花蜜呢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今年刚好采的比较量多一点，那我就给他们买下来，因为一桶要很大50加仑，我们就把它我出钱买下来，奉献给教会当义卖给义卖。所以那个呢现在是600cc， 但是呢它是850公克，因为那个蜜的浓度比较重，所以一般你在市面上也是差不多这种价格，我们没有卖的比较贵，而且那是给你品质保证，那是阮兜的啦，阮兜的蜂蜜绝对是品质保证，所以你会当惊讲去买来买就假无，我来讲，伫阮买伫凤山西门教的建堂的，绝对是纯的，佮真的。所以期待咱大家你若买咧买，会当登记一下阮会当等送过来安尼一瓶就1000块，850公克850公克，那是又纯又真的很香的纯的金金币，今年的尔今年的金金币所以咱会当来买阮有足感动的是80几岁的一个张老娘伫遐恰碰西这猫头鹰义卖，他80几岁了呢他也是愿意尽他就他那个就是感动恰碰西这迄种艺术品来义卖他们底下都有。还有那个有一个长老，他也是非常爱我他也是提供，他去年就提供了屏东147香米比赛第3名的比赛米147去年比赛第3名，今年他的新的米给我们，今年的比赛评比还没出来，所以我不能乱讲那第3名的147是去年屏东第3名的
今年的147也是这个，这个丁乐提供给我们的，这是147韩币所以2包，1包150，你要1包也是，买2包，2包300安尼，所以其他拢是完全要奉献伫建堂路用，因为阮那差1亿，所以阮那做出好拼，阮就今年每年车就爱开工啊。你知影讲一个开工来一个工程期签约来，就爱2000万就处理安尼。工程期一期就是1000万、2000万去处理呢。阮真无对班，咱财产法人都袂当用这个土地财产法人不能用这块土地去抵押贷款没办法完全要信用贷款我们如果开工下去的话，我们的资金的筹措就很假啦就很假啦。所以请多为我们祷告。还有，我就在这边。打扰多自己在5分钟的时间，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来看本月的金句，我们来攻读一次：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箴言3章3到4节。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主日的主理事夏牧师，司理事花文凯执事，其他的同工请致以来过目。我们翻开第4页，今日我们欢迎林志远牧师为凤山西门教会建堂奉献主日前来本会证道，即为该本会建堂事工请安报告跟募款。今日同时也举行建堂义卖，我们再次欢迎兄姐在主内该同为肢体的精神，踊跃的来支持使用周报所附带的奉献袋来奉献，并为该会堂建堂的顺利来代祷。我们再次用掌声再次谢谢林牧师。第二，我们下主日是扣子叔叔的小丑福音的表演。我们第3点，我们来看8月13社教47周年举行圣礼典，要受洗的请于7月9号前来报名。那提莫太牧区可以直接向我们瑞平牧师来报名。我们看第5点，婚礼消息。本会李荣谦长老及林玉芬姐夫妇次男李胜文弟兄与高思婷姐妹定于下主日7月1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本会举行婚礼，欢迎兄姐也届时前来观礼同表祝福，请为新人的婚礼筹备及建立蒙恩幸福的家庭来代祷。会有动态，恭喜荣仁老师及高林新长老夫妇的公子和信贤医师于上主日6月18顺利通过国家考试，取得医师执照。愿上帝加倍祝福信贤医师后续行医的道路，成为一位人心仁术的好医师，为主发光发热，美好见证。我们来看第5页，门徒培育事工及研讨消息的第1点，圣歌队研习消息，在定于下礼拜六晚上7点到10点，在敬拜中心4楼举行新生颂赞研习会，由李建一博士指导，要透过人声乐器的训练，并结合创意式的合唱教学。我们鼓励圣歌队、小诗班、敬拜团及各团契牧区有教会音乐侍奉的来参加，其他的我们自己来过目。我们也翻开第6页，关怀代祷。我们常常为这几件4、5点的事情来开口来向主来呼求。我们看第7页有真信奉献的真信，及第8页的真信。如有错误的在我们跟我们的会计人员来更正。我们请夏牧师为我们补充报告。我来做一点补充我们先欢迎我们的乐琪执事跟玉玉姐夫妇
有回来啊，从日本回来，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好不好？来，那日本不简单啊，刚刚疫情的时间愿神赐福他们可能不知道还要多久很期待你能赶快回来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他们还有2个可爱的小孩在日本工作生活，愿神赐福他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做一点补充就好首先就是下个礼拜有那个扣子叔叔的这个小丑福音表演期待大家带小孩过来。他除了在礼拜当中为我们做介绍以外，他要到我们的主日学来表演他们那一天下午也要到我们的那个南纺购物中心表演主要是我们一起为他们要做福音事工有开放弟兄姐妹为他们做奉献有福音事工你有感动，包括在土耳其的赈灾如果有感动也可以为他们做奉献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周报上个礼拜有报告，不过这个礼拜漏掉了，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就是已经是7月下半年度了我们有改了我们祈祷的回应诗，还有我们的这个阿门颂我们请下个礼拜的诗琴，还有圣歌队，还有我们敬拜团帮忙一下练一下下个礼拜就可以很顺利的接这样的诗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图我看一下，主日学夏令营就报名已经50位了，我们要60个名额所以赶快，如果你家人朋友的小孩赶快来做报名不然到下个礼拜就截止了这个是心灵转角，我们办理了很优美的环境，欢迎大家带你们的朋友在礼拜6来享用这个心灵转角那另外我们也一起关心神学院在7月9号要举行这个募款的音乐会，在文化中心是很有水准的音乐我们期待大家买票了等于买票来赞助去参加就像我们等一下到楼下去因为今天因为连续假日我们没有午餐我们到楼下去，我们一起赞助我们的西门教会，他们在做义卖，对不对他们带了很多很好的产品来，平常你都有在使用了，我们就把它买来，可以赞助他们做建堂包括你可以送给朋友希望他们带来的我们都把它全收了让他们要空车子回去了期待我们等一下到楼下一起来赞助我们用这样的补充到报告好，谢谢。这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然后我们请林牧师来为我们祝福。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承受你。我要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浇灌，大大浇灌充满在我们每个人心灵里，让我们福杯满溢，从今时到永永远远。Amen。请坐。我们第2堂的礼拜到此结束，我们互相的请安，愿上帝祝福大家。